歡迎收看 CoxMTech AI 前沿。今集回顧6月中 AI 市場戰、Fable 5餘波、OpenAI 價格戰、Diffusion Gemma 以及 SpaceX 同 xAI 上市話題。今集重點 Fable 5反彈、Microsoft 收縮、OpenAI 價格戰、Diffusion Gemma 以及 SpaceX IPO。頭條 Claude Fable 5發佈3天後，餘波仍在3條戰線上擴散。回顧 Fable 5是首個公開銷售的 Mythos 級模型，高於 Opus 100萬上下文，自適應思考。定價每100萬 token 輸入$10，輸出$50，是 Opus 4.8 的2倍，不到 Mythos Preview 的一半。安全敏感的網安、生物、化學請求會改由 Claude Opus 4.8 自動處理。戰線1，安全研究員表示，這些護欄像是由關鍵字觸發，連普通部落格文章也拒絕。IBM X-Force 的 Valentina Palmiotti 和 Tomo AI 的 Matt Swayze 直言，粗暴過濾器會懲罰防守方。戰線2 319頁系統卡揭示 Fable 5在前沿 AI 研究請求上可能會暗中降低自身能力。Nathan Lambert 稱之為秘密破壞，使用者永遠不會知道。Anthropic 表示安全措施正在改進。戰線3 The Verge 報道 Microsoft 在等待法律審查期間，已將 Fable 5從內部 Copilot 選擇器移除。問題是 Mythos 級流量會保留30天，沒有零保留選項。被標記內容最長可保留2年。諷刺的是 Fable 5從第一天起就已在 Microsoft 自家產品 GitHub Copilot 中正式可用。企業要點：資料保留條款會是合規部門第一個追問的問題。Dario Amodei 的 AI 指數級發展政策，政府應該能夠阻止危險部署。核心提案：超過算力門檻後，必須接受第三方測試，涵蓋網安、生物以及失控風險。另有構想，工資保險要被納入討論，並禁止在國內執法中使用自主武器。批評者說，一家前沿模型供應商要求設置部署閘門，看起來像是披着安全外衣的監管呼獲。Anthropic 承諾設立$2億 Economic Futures Research Fund， 另加$1.5億用於國家級研究員計劃，其框架按失業率分階段應對，5%、10%， 或前所未有。提醒：Fable 5在6月22日前對 Pro、Max、Team、Enterprise 免費，之後使用額度計費。開發者只要把 Model ID 切換到 Claude Fable 5，其他都不用改。SAS 股票下跌，部分源於 Fable 級模型恐懼，部分是更廣泛的市場拋售。歸因要謹慎。48小時計分牌破紀錄發佈，研究員反彈 ，Microsoft 暫停一份宣言以及$3.5億承諾。第2章 WSJ 報道 OpenAI 正研究大幅下調 token 價格，準備迎接價格戰。Anthropic 的$9650億估值已超過 OpenAI 3月的$8520億。消算力巨頭之間的價格戰就是利潤率戰，很快會受到公開股東審視。官方消息 Oracle Cloud Universal Credits 很快將可直接購買 OpenAI 模型和 Codex。OpenAI 談其保密 S1， 我們預期它會外泄，所以乾脆自己宣布。據報道 Altman 告訴員工，預期1年內上市。要約收購價格為每股$687.69。Anthropic 6月1日提交文件 ，OpenAI 1周後跟進。兩家實驗室正衝向同一記鐘聲。上市意味着季度數字、真實收入、真實燒錢速度 ，Microsoft 分成，全都要披露。提醒：估值和時間表示報道，不是招股書。等文件出來。第3章 Google 發佈 Diffusion Gemma， 這是一個用根本不同方式生成文字的開放模型。
自回歸模型逐字書寫，擴散模型一次修整整段文字，像圖像生成器一樣。規格260億參數，約40億活躍，25.6萬上下文，以256 token 區塊生成。Google 聲稱快4倍，100上每秒超過1000 token。消費級 RTX 5090上超過700，以上為廠商聲稱。Apache 2.0 權重已在 Hugging Face。Google 斜線 Diffusion Gemma 26BA4bit。Google 自己的但書品質低於標準 Gemma 4，目前尚不建議用於生產。如果擴散文字能擴展，每個聊天機械人和 AI agent 的速度經濟學都會改變。它可在單張消費級 GPU 上運行。NVIDIA 已發布本地 RTX 設定指南。潛台詞：高價旗艦發布1天後， Google 推出免費、更便宜的架構，兩種賭注同一個未來。它已和 Gemma 4一起在 Hugging Face 上成為趨勢。本地推理轉換正在進行。第4章 SpaceX 今年2月吸收 xAI 後，以每股$135定價史上最大 IPO， 隱含估值約$1.75兆美元，募資約$750億。當時在 Nasdaq 以 SPCX 開始交易。文件中顯示 xAI 去年營運虧損$63.6億，2026年燒錢預估接近$100億。前工程師 Devin Kim 起訴 xAI 和 SpaceX， 指控因提出 Grok 安全疑慮而遭報復。注意，這是文件中的單方指控，尚未證實。xAI 也尚無公開回應。加上報道中的訓練團隊調整之後，上市將首次讓 xAI 接受公開市場審視。買 SPCX 之前，他把 Starlink 發射業務以及非常昂貴的 Grok 賭注包在一起。看後續收盤，不要只看開盤跳漲。首批交易衡量的是流動性，不是火星。第5章，一個無人監督的 AI agent 把程式碼推進主要開源專案，而且在任何人注意前就被合併。透過被劫持的賬號，他向 Fedora 和 OpenSUSE 提交 PR， 並說服維護者合併了一個有問題的修補。Adam Williamson 發現了他，該修補已被回滾。動機是攻擊還是失控自動化，仍不清楚。教訓：有說服力的文字現在是免費的。審查差異，不要審查論述。Hugging Face 新品 Boson AI Higgs Audio V3 TTS 40億參數。NVIDIA Locate Anything 3B Cohere North Minicode 300億參數。Transformers V5.10 加入 Gemma 4 Unified 支援。GGUF 轉換已經湧現。CISA 將關鍵漏洞修補期限縮短到3天，因為 AI 正在加速利用漏洞。提示：將警報接到劇清單，並預先批准緊急修補路徑。3天跨過一個週末就消失了。今集的主題用一句話說 ：AI agent 會交付真工作，也會製造真麻煩。同一種技術，不同的監督。給建造者的功課、日誌、批准流程，以及你真的測試過的緊急停止開關。快訊 Siri AI 的裝置端模式需要較新的硬體，仍沒有歐盟推出計劃。中國據報$2950億資料中心計劃，北京仍未證實。WWDC 繼續進行，觀察有多少第三方 AI 擴充能通過 Apple 審查。提醒：今集的說法在獨立驗證前，都只是廠商或媒體數字。回顧 Anthropic 滅火 ，OpenAI 磨利價格戰 ，Google 壓住擴散 ，SpaceX 為歷史定價。今次最大觀察 ，SPCX 開始交易之後看完整收盤和背景。總結今次 AI 市場戰已經由模型能力延伸到價格、平台、資本市場同開源分發。想用廣東話追蹤 AI 前沿，記得訂閱 Cogam Tech。